常的可爱。进入小学就要开始学习写国字喽。不过在小朋友的眼中，写字可能也是画画的一种啊。今天的表演是由3首儿歌所组成的组曲。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儿歌是《猫咪》。Yummy yummy ice cream， 刚吃饭的心里的妈妈们，吃冰冰，蓝蓝色干净，你最好不惊喜，你最好不惊喜。这首《猫咪》描写爱清洁的猫咪，每天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、神清气爽。Yummy yummy ice cream， 刚吃饭的心里妈妈们，小朋友大声唱出来。蓝色干净，你最好不惊喜，你最好不惊喜。Yummy yummy ice cream， 刚吃饭的心里妈妈们，手冰冰，蓝蓝色干净，你最好不惊喜，你最好不惊喜。听完了猫咪，我们要洗洗手。洗洗手，做对了，做出一对小泡泡，小泡泡跑啊跑，水里来，哗啦哗啦，泡泡跑到水里要洗澡。洗洗手，做泡泡，做出一堆七彩的泡沫。即使是最简单的事，孩子们都能从中找到乐趣，自得其乐呢。